大家好，今次會講解2025年 DSE 試題，數學卷1第10題。呢條題目係關於 Division Algorithm、Remainder Theorem、Factor Theorem。請大家準備紙筆。開始之前呢，先睇一睇題目。有一個函數 f(x)， 其中有未知數 h、k 係常數。f(x) 除以 x 加2，餘數係-45。而 f(x) 可以被 2x 減5整除 Part A， 我哋要求 h、k 嘅值。大家見到題目，我用藍色標示嘅句子係提示大家要用 Remainder Theorem。我哋代 x 等於-2入 f(x) 可以得到第一式，而黃色標示嘅句子就會代 x 等於5/2入 f(x) 可以得到第二式，解二元一次聯立方程。我哋會得到 h 等於-9，而 k 等於4。解聯立方程嘅步驟咧，喺於 Section A1 嘅題目當中係必須寫，會有1分步驟分。咁但係呢一類嗰個 Division Algorithm 題目咧，通常係 Section A2 嘅題目寫出解聯立方程嘅步驟咧，係唔會額外得分嘅。所以咧，建議大家以計數機嘅 program 解方程可以做快啲，預留多啲時間啦，於 Section B 去解更困難嘅題目啦。Part B 咧，有一個宣稱方程 f(x) 等於0嘅所有根咧係有理數，問我哋係咪同意？因為我哋已經求得 h、k， 所以我哋知道 f(x) 等於 2x 3次減 9x 2次加 4x 加15等於0。題目有提供 f(x) 其中一個因式咧就係 2x 減5。大家可能會以長除法求 f(x) 嘅其他因式，但我會以比較同類項嘅方法因式分解 f(x)， 因為 2x 3次除以 2x 係 x 2次，而15除以-5係-3，所以我哋知道因式嘅 x 2次項同埋常數項，但 x 項比較麻煩啦，所以我設為加 bx 之後展開括號2 x 減5乘以括號 x 2次加 b x 減3，因為我哋只需要求 b 嘅值，所以只需要考慮展開之後嘅 x 2次嘅係數，比較 x 2次項嘅係數咧，我哋得到咧-5加 2b 等於-9，所以咧 b 係2。最後 f(x) 等於0，即係括號 2x 減5乘以括號 x 2次減 2x 減3等於0。其他年份計到呢個步驟會計判別式 delta， 然之後得到步驟分。但係呢一題問根係咪有理數嘅？所以今次我哋唔計 delta， 繼續進行因式分解，括號 2x 減5乘以括號 x 減3再乘以括號 x 加1會等於0，得到3個根分別係-1、2/5、3個根都係有理數，所以答 The claim is agreed。咁呢一個因式分解嘅步驟嘅重要，如果只以計數機 formula 一計答案而跳過呢一步，最後一句 The claim is agreed 將得唔到分數。有問題可以留言問我，我哋下次見。